自我2024年1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我是上主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4章17节。摩西替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雇羊，伊带羊群入去旷野的西边，到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上主的使者伫刺皮的火焰中对伊显现，伊注意看到刺皮互火烧，毋过刺皮无烧去。摩西心内想讲：我着越过去遐看即个奇怪的景象，是安怎刺皮无烧去？上主看到摩西越过来要看，上帝就对刺皮内面叫伊讲：摩西，摩西。摩西应讲：我伫遮。上帝讲：你毋通阁行活来，着甲你的鞋脱起来，因为你徛的所在是神圣的地。伊阁讲：我是你的祖先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摩西就遮伊的面，毋敢看上帝。上主讲：我确实有看到我的子民伫埃及所受的苦楚，有听到因受毒工压迫所发出的哀叫，因的痛苦我拢知。当我要落来解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带因离开迄个地，去肥水阁宽阔、流奶甲蜜的地，就是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亚布斯人遐个族的所在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叫已经透到我的耳孔，我嘛有看到埃及人安怎压迫因。呾你着去，我要派你去埃及王遐，带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。摩西对上帝讲：我是啥人，哪敢去见埃及王，带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？上帝讲：我会甲你同在，这是我派你去的证据。你带我的子民对埃及出来了后，恁着来即个山敬拜上帝。摩西对上帝讲：我去以色列人遐，对因讲：恁列祖的上帝有派我来恁遮。因若问我讲伊叫做甚物名，我要安怎甲因应？上帝对摩西讲：我是自有永有的，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：自有永有的派我来恁遮。上帝阁甲摩西讲：你着对以色列人安尼讲：上主恁列祖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派我来恁遮。即个永远是我的名，世世代代做我的称呼。你去召集以色列人的长老，甲因讲：上主恁列祖的上帝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对我显现，讲：我实在眷顾恁，恁伫埃及拄着的事，我拢有在关心。我一定要救恁脱出伫埃及受的艰苦，带恁去到迦南、赫、阿摩利、比利洗、希未、亚布斯遐个族徛起的所在，就是流奶甲蜜的地。以色列人会听你的话，你甲因的长老着去见埃及王，甲伊讲：上主以色列人的上帝有对阮显现，呾请允准阮行3日的路程，去旷野对上主阮的上帝献祭。
我知，若无用强烈的手段，埃及王袂互恁离开。我要出手，惊基士攻击埃及，安尼伊才会放恁离开。我要互埃及人好款待即个人民，袂互因空手离开。恁逐个妇人人要对厝边以及寄居伫遐的妇人人讨金器、银器甲衣服，通互恁的后生查某囝用。安尼恁就甲埃及人的财物抢来。摩西应讲：以色列人袂相信我，嘛袂听我的话，因为讲上主毋捌对你显现。上主对伊讲：你的手举甚物？伊讲：管仔。上主讲：甲管仔迄点涂骹。摩西一个甲管仔迄落涂骹，管仔就变做蛇，伊就闪走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伸手掠蛇尾。摩西就伸手去掠，蛇就伫伊的手里变做管仔。上主阁讲：我互你有即款能力，是要互以色列人信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。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有对你显现。上主阁对伊讲：手伸入去衫内，伊就甲手伸入去，手一个伸出来，手已经得严重的皮肤病，白亲像雪。上主阁讲：阁甲你的手伸入去。伊就阁伸入去，手一个伸出来，皮肤已经复原，甲规身躯的皮肤共款。上主讲：因若毋相信你，嘛无要相信第一个新约，因为相信第二个新约。即两个新约，因若拢毋信，阁毋听你的话，你着对尼罗河扬水，倒伫涂骹，遐个水就会变做血。摩西对上主讲：我的主啊，我毋是敖讲话的人，你甲你的仆人讲话了后嘛是安尼，我是喙齿钝的人。上主对伊讲：什么人互人口才？什么人互人袂讲话、袂听见？目睛也是失明，敢毋是我上主？当你落去，我要使你口才，要教你讲你着讲的话。摩西讲：我的主啊，求你派别人去。上主对摩西发授去，讲：利未人阿伦敢毋是你的兄哥？我知伊真敖讲话，现在伊来要接你，伊看到你心内会真欢喜。你着将应该讲的话交代伊，我会使你甲伊口才，搁教恁做应该做的事。伊会替你对人民讲话，伊做你的代言人，你亲像伊的上帝，只是伊应该讲的话。你着举即支管仔来行新约。我是上主。对你已经伫埃及生活到第四代的以色列人来讲，高山是肥水的地，埃及是家园，埃及的神明是家己的神。真少以色列人听过祖宗敬拜的上帝。直到新的法老开始起事迫害，以色列人才发现家己是异乡人。伫以色列人的哀叫声中，上主无搁再稳重，伊伫大自然中展现超自然的权能，用刺佩浑而不废的记号来显明。上主向摩西显现，
差遣伊到埃及王遐，甲以色列人带出来。摩西却提托讲：我去以色列人遐，对因讲，恁列祖的上帝有派我来恁遮。因若问我讲，伊叫做甚物名，我要安怎甲因应？摩西检采想要表达，以色列人可能知影祖宗敬拜的上主，却毋知上主是谁，还是知影有一个上主，却无认捌伊，甲伊无关系，因为希伯来文的认捌，毋若简单是指知捌，搁较是指关系。上主安尼自我介绍：我是自有永有的，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自有永有的派我来恁遮。这个自我介绍原文通译做“我就是我是”，也通指诚侪 becoming， 还是存有 mean。中文和合本甲现代台语圣经译本翻译做“自有永有”，现代中文译本译做“创始成终”。这个片语复杂而解说，有神学家认为15节的“我是上主”可能才是伊的名字。这个多元的含义显出上主的多面向甲复杂性，人无法度真正认捌伊。这位宣告“我是”的上主，伊临在无受时间、空间局限，伊过去伫地，现在伫地，未来也永远伫地。伊行神业，互摩西的管仔变做蛇，互伊的手生麻风搁复原，拢证明当伊出手，无人会赢。本来年不能朴素，伫册约的力量册中提及的，拄好甲咱讲，上主用火烧刺皮，展现伫摩西面前的原因。摩西踮旷野生活40年，伊早就已经身穿盔甲，会晓抽离感情，甚至变真冷漠。伊需要看见家己内在的册约，搁会当明白，当人若册约上主的火甲权能，就若会当展现伫伊的身上。当人开始接纳家己的册约，才当卸下盔甲、武器，勇敢徛出来，活出勇气、意义、生命甲人有连结。当咱伫人的面前，若敢展现家己的册约的时，就当亲像保罗见证的：“我是的主所讲的，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，因为你软弱的时，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。”人的册约反倒转显出迄亲像火在烧的上主的权能临到。默想，我会行伫人的面前显露出来真正的家己无？为什么？我会行伫人的面前显露出来真正的家己无？为什么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我深信你是自有永有、创始成终的主。主啊，你明白我生命的期盼。我常常想闪避你的面，甚至想穿战甲武装家己来掩饰内心的软弱。求你赐我勇气，互我真实显出家己虽然脆弱，毋过有你同在，我就得刚强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